2016年2月，从永庆爱丽丝优雅转身，以台庆不动产竹北高铁文心店爱丽丝的梦想家华丽登场。护理师出身的 Alice 非常善解人意，热心公益，在创业的第一时间就结合公益关怀，把来宾的祝福化为爱，分享给罗慧夫卢颜基金会的病童。用对的方法做对的事，服务对的人。台庆不动产高铁文心加盟店爱丽丝的梦想家。10年前，我跟 Alice 买了人生的第一间好运房。她的诚恳与专业是我每一次换屋的不二人选，帮我完成人生第4次换屋计划，每一个细节都会帮我想得很周到，而且可以很快的顺利的成交。老婆开心吗？开心。开心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现在住在大别墅里面。没错，真的很难想象之前我们是住在小的公寓里面。感谢爱丽丝团队，他们帮我们在一来一往之间，我们省了10几万的税。我觉得这都是一般房仲其实是没有办法做到的。房子它是2胎的产品，因为有2胎的设定，当时真的很担心。谢谢店长全程监控帮忙把关，让我们安全顺利交屋。还帮我们介绍工班协助装潢，让我们可以有美美的家。创业初衷是想建立一个中介业界的桃花源，找一群志同道合、理念相同的伙伴，成为爱丽丝的家人，大家一起快乐赚钱，做公益。2017年，他号召了新竹区永庆、台庆、有巢市近1000名的中介业务募款，帮助卢颜病患上学期。近10年，我看到他持续不断地参与各种公益活动，回馈社会很用心。感谢台庆高铁文心店爱丽丝家族号召客户举行义卖活动，连续3年赞助我们光华国中的体育代表队筹措比赛的经费。在航向桃花源的旅途上，我们终于选择彼此不断的改变、修正、自我超越。彼此激励，坚持到底，永不放弃。大家能够永远在一起，快乐工作，快乐赚钱，快乐做公益。高铁文心店，加油！谢谢台庆爱丽丝团队，谢谢爱丽丝的梦想家，让我们打造梦想的家。诚挚推荐给所有要买卖房子的朋友，真心推荐。爱丽丝的梦想家，打造我们幸福的家。打造我们的梦想家，欢迎光临。